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苗栗的公馆是全台湾唯一的红棗的产区，种植的面积60多公顷，即卖正咧大出，农民无用咧采收、挑选甲加工。这个红棗除了会当生食，会当做成果干之外，即卖嘛摕来做红棗冰、红棗冰淇淋、红棗巧克力甲各种的加工品，算算咧，一年总啊袂超过10亿哦。咱就来看，安尼细细粒啊一粒红棗是安怎来创造着这么大的经济产值？红棗有够高，即马才是叶热大出的时阵，苗栗公馆的农友赶紧办。摘比较红的，比较红的比较甜。景红来讲较甜较好食，毋过伫共一个果子园内面有农友是专工拣别的。好的留给，就是说客人要用的。劣的，因为你不摘的话会烂掉。歹的慢调，则袂拍歹公馆红棗的名声。苗栗公馆是全台湾唯一的红棗产区。整个面积有60几公顷，有农民300多人伫种5个产销班，一年会使有超过10亿的产值，而且创造这大的年产值，拢是因为农友用真侪时间、真用心伫顾品质。那你在挑什么了？那个只要有裂果跟太小颗的，都必须要挑掉。确保品质啊。对。因的行销嘛下功夫，和红棗有无共款的商机。红棗的酸仔糕、红棗的巧克力，也有红棗的鸡鸭冰。这是有桂圆的味道吗？对哈。还有红枣桂圆，有红枣桂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推翻红棗，敢会使青食，也是拍馆来食的印象。红枣汁、红枣酒、红枣酱、红枣茶，甚至于红枣咖啡、红枣巧克力、红枣金利汤、红枣面，甚至于红枣的冰棒双麒麟，甚至于最近我们又研发了红枣的杏仁饼。想会到的物件，红棗差不多拢会使难变成主角，创意是无限的。到即马，苗栗公馆的农友要你想，看要安怎研究出更较侪红棗创意的食法。这是因为有推出真侪新的产品，红棗才有法度创造10亿的年产值，嘛，互红棗这个水果界的红宝石伊地位更较在。